後在耶路撒冷被石頭砸死，為主殉道。進台詠第70頁第32首，普天地頌揚上主。普天地頌揚上主，同聲讚美主。人勤事主，歡樂滿胸懷。我就向上主前踴躍歡欣。普天地頌揚上主，同聲讚美主。神靈還住在我帶父我為子民。普天地頌揚上主，同聲讚美主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願天父嘅慈愛、基督嘅聖寵、聖言嘅恩賜與你哋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而家我哋大家認罪虔誠舉行聖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、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，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。願全能天主垂憐我哋，赦免我哋嘅罪，使我得到永生。阿們。上主求你垂憐，上主求你垂憐，基督求你垂憐，基督求你垂憐，上主求你垂憐，上主求你垂憐。請大家，天主在天受光榮，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，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聖父，我們為了你無上的光榮，讚美你，稱頌你，朝拜你，顯揚你，感謝你。主耶穌基督，獨生子，主天主，天主的羔羊，聖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憐我們；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；坐在聖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憐我們。因為只有你是聖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無上的。耶穌基督，你和聖神同享天主聖父的光榮。阿們。請大家祈禱，天主，你曾經召選咗聖馬蒂亞宗徒加入宗徒嘅團體，求你恩賜我哋藉住佢嘅代禱，亦都能夠加入被選者嘅行列，永遠分享你嘅慈愛。因你嘅聖子，我哋嘅主耶穌基督，他我哋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恭讀宗徒大事錄。有一天，伯多祿起來站在弟兄們中間說：當時在一起的眾人大約共有120名。諸位仁人弟兄，聖神藉達味的口，關於領導逮捕耶穌的猶達斯所預言的經文，必須應驗。他本來是我們中間的一位，分沾了這職務的一份。原來在聖詠集上曾記載說：願他的居所變成荒土，沒有人在那裏居住。又說：讓人取去他的職位。所以必須從這些人中，即主耶穌在我們中間來往的所有時期內，常同我們一起的人中，由約瑟施洗者施洗起，直到耶穌從我們中被接去的日子止，由這些人中
應當有一位同我們一起作他復活的見證人。他們便提出了名叫巴爾沙伯，號稱猶達斯的約瑟和馬地亞兩個人。他們就祈禱說：主，你認識眾人的心，求你指示這兩個人中，你揀選了哪一個，使他取得這職務的地位，即宗徒的職位。因為猶達斯放棄了這個職位，去了他自己的地方。他們給二人拈鬮，馬地亞中了鬮，就列入11位宗徒之中。這是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答唱詠。上主叫卑微的人與貴族的人同席。上主叫卑微的人與貴族的人同席。上主的僕人，請一齊讚頌，請一齊讚頌上主的聖名。願上主的聖名受讚頌，從現今直到永遠無窮。上主叫卑微的人與貴族的人同席。從太陽東升直到西傾，願上主的聖名受讚頌。上主高越列國萬邦，他的光榮凌駕穹蒼。上主叫卑微的人與貴族的人同席。誰能相似上主我們的天主？他坐在穹天之上的最高處，他必會垂目下視，觀看上天和地下。上主叫卑微的人與貴族的人同席。他從塵埃裏提拔弱小的人，由糞桶中舉揚窮苦的人，叫他與貴族的人共席，也與本國的王侯同位。上主叫卑微的人與貴族的人同席。阿利路亞，阿利路，阿利路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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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利路，阿利路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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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利路主說：我揀選了你們，並派你們去結果實，去結常存的果實。阿利路亞，阿利路亞，阿利路亞，阿利路亞。願主與你哋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恭讀聖若望福音。主願光榮歸於你。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：正如父愛了我，同樣我也愛了你們。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。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存在我的愛內。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而存在他的愛內一樣。我對你們講論了這些事，為使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內，使你們的喜樂圓滿無缺。這是我的命令，你們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。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，再沒有比更大的愛情了。你們如果實行我所命令你們的，你們就是我的朋友。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，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作的事。我稱你們為朋友，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，我都顯示給你們了。
不是你們揀選了我，而是我揀選了你們，並派你們去結果實，去結常存的果實。如此，你們因我的名，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必賜給你們。這就是我命令你們的，你們應彼此相愛。基督嘅福音。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嗱，今日福音咧，主耶穌講到佢解釋乜嘢叫做愛嚇。嗱，佢命令我哋彼此相愛，因為佢話人如果為自己嘅朋友捨棄自己嘅性命，冇更大嘅愛情㗎啦。嗱，呢個的確係事實嚟嘅，因為咧，我哋無論人哋點對我哋好，送禮物俾我啦，甚至咧送好名貴，甚至送好多錢俾我啦，送一層樓俾我啦，我都可以懷疑咧佢嘅動機嘅。冇啊，佢想討好我，佢想得到另一啲嘢啫咁樣樣。我哋全部都可以懷疑嘅，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冇得懷疑，就係如果對方為我哋死嘅話咧，咁呢個我哋冇得懷疑啦。因為如果對方係圖利益嘅話，佢啲人都死咗咯，佢攞個利益有咩用咧？所以如果一個人肯為我哋犧牲自己嘅性命，肯為我哋死嘅話咧，佢對我哋嘅愛係冇得懷疑嘅。咁所以主耶穌講呢番説話，其實佢講緊自己啊。佢想話俾我哋聽咧，佢真係愛我哋，愛到咩地步咧？佢願意為我哋交付佢自己嘅生命。咁呢個愛咧係冇得懷疑嘅，我哋冇得懷疑基督嘅愛嘅。仲有天主嘅救恩計劃裏邊，耶穌一定要死嘅。咁我哋會問：咁係咪天主要主耶穌死咗之後，佢先寬恕我哋咧？個事實啱啱相反嘅。如果天主唔肯寬恕咧，就冇救恩計劃噶啦。如果天主唔肯寬恕咧，就冇降生成人噶啦。亦都冇主耶穌嘅死亡復活嘅啦，因為佢根本唔肯寬恕嘛，佢點會願意派佢嘅聖子為我哋死咧？冇可能噶嘛。所以佢嘅救恩計劃就係好明顯顯示出佢一早已經寬恕咗我哋。喺我哋未犯罪之前，佢已經知道我哋會犯罪；喺我哋未犯罪之前，佢已經寬恕咗我哋。所以喺永恆就已經有救恩計劃啦。而天主對我哋嘅愛咧，係藉住基督嘅降生成人，特別佢嘅死亡顯示出嚟嘅。因為佢得一粒仔啫，但係佢願意為咗我哋犧牲呢一個唯一嘅聖子嘅生命。咁呢個行動本身，呢個決定同埋基督呢個行動顯示出天主對我哋嘅愛係永不撤回嘅，因為死亡係翻唔到轉頭嘅。佢肯為我哋犧牲佢聖子嘅生命。即係話俾我哋聽，天主對我哋愛永不撤回，佢永遠唔會拋棄我哋。但係問題係我哋會拋棄佢啊嘛，我哋常常拋棄佢。猶達斯拋棄咗佢啦，伯多祿拋棄咗佢啦。不過伯多祿咧，佢終於都回頭，猶達斯咧冇回頭，所以先有會今日。我哋慶祝呢個馬提亞宗徒嘅呢個慶日，就係因為猶達斯佢拋棄咗主耶穌，佢冇回頭，所以宗徒裏邊缺咗一位。咁所以大家當場喺福音都聽到咧，佢哋選咗2位候選人，然後咧用抽籤選咗馬提亞出嚟，補翻猶達斯所缺嗰個職位。因為主耶穌選咗12位宗徒。所以馬提亞要補翻猶達斯所缺嘅職位。我哋知道主耶穌選門徒咧係有好重要嘅原因嘅，因為咧雖然佢建立咗教會，但如果教會冇宗徒嘅傳承嘅話咧，今日就唔會有教會㗎啦。所以主耶穌建立嘅教會咧係交俾宗徒一代一代咁傳落嚟嘅，而主教咧就係宗徒嘅繼任人，所以歷代嘅主教咧就係繼任宗徒。而羅馬嘅主教咧就係繼任伯多祿嘅首席嘅地位。咁因為我哋有教宗啦，我哋有主教啦，
佢哋繼承咗宗徒嘅職位，亦都因為咁咧，我哋先有一個完整嘅教會。因為咁樣咧，我哋先可以將基督嘅救恩一代一代咁樣傳揚出嚟，教會一代代咁樣傳落嚟。所以我哋聖經裏面都話由宗徒傳下來嘅教會。今日我哋紀念馬提亞宗徒嘅殉道啊，雖然呢個係相傳啫，我哋冇一個歷史證據證實呢一樣嘢嘅。我哋呢個係個傳統嘅講法啫，但係我哋都接受呢個講法啦。但係每一個人嘅殉道，無論係宗徒抑或任何一個基督徒嘅殉道，都係實際上係同基督一齊殉道嘅，因為基督就係第一位殉道者。佢為咗我哋交付咗佢嘅生命，佢係一位殉道者，佢喺十字架上殉道。所以做佢門徒嘅，我哋亦都準備孭佢嘅十字架，行佢所行嘅苦路。因為我哋知道咧，如果你忠於呢一條苦路，忠於個十字架嘅召喚嘅話咧，我哋就能夠同佢一齊死亡，亦都能夠同佢一齊復活。我哋今日嚟到花地瑪，我哋諗起呢啲古聖先賢，我哋諗起我哋嘅救主耶穌，佢曾經為我哋殉道，為我哋交付咗佢嘅生命。我哋明白到佢對我哋嘅愛係冇得懷疑，天主對我哋愛永不撤回嘅，因為佢為咗我哋，佢忍受喪子之痛，而聖母亦都為我哋咧交付咗佢嘅聖子，佢要忍受喪子之痛嘅。聖母喺度顯現，就想講俾我哋聽，天主對我哋愛永不撤回嘅。我哋只要回頭改過，投奔佢嘅話咧，佢任何時候都會願意寬恕同埋接納我哋嘅。我哋感謝讚美天主咧，佢俾機會我嚟到呢一度咧，我哋能夠重新我哋上路，同主耶穌一齊行呢個苦路。我哋感謝讚美天主。我哋而家咧就我想為一個教友佢意向祈禱，佢叫 Helena， 咁佢願意我哋為佢嘅靈修，為佢嘅靈修咧，為佢心靈嘅需要咧，為佢嘅家人，為佢嘅親戚，為佢嘅親族祈禱咧。咁我哋都為咗罪人嘅歸依祈禱，因為聖母顯現就係為咗罪人嘅歸依。我哋都為咗嗰啲重病者祈禱，都為佢家人祈禱。咁而家靈證裏邊咧，我哋獻上其他代禱同埋轉求。仁慈嘅聖父，我哋感謝你聆聽咗我哋嘅祈禱，我哋知道你常常願意俯聽，以上所求靠我哋嘅主基督。阿們。奉獻詠第73頁41首，敬獻給你，敬獻給你，救主耶穌，健康智慧愛情，自求取於你，誠懇你誠意，求主賜幸福成教會，敬獻給你，在天大父，一生快樂悲傷，藉着使徒手，共在祭台前，求主降福我盡信友，祭壇之上，禮品馨香，面就像聖基督，藉着小道啊，求你收納我們虔誠的奉獻，敬獻給你，救主耶穌。
主賜幸福聖教會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請你哋祈禱望傳喺天主聖父收納，我同你哋共同奉獻嘅聖祭。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，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，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。上主，喺今日聖馬弟亞嘅慶日，求你收納教會虔誠奉獻嘅禮品，同埋藉主嘅奉獻，以你嘅聖寵堅強我哋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哋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請舉心向上。我們全心歸向上主。請大家感謝主，我哋嘅天主。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主聖父，全能永生嘅天主，我哋時時處處感謝你，實在理所當然嘅，同埋能夠使人得救，因為你係永恆嘅善牧，冇離棄你嘅羊群，藉住聖宗徒不斷予以守護，使到由你選派為你聖子代表，而作為羊群司牧嘅宗徒治理你嘅羊群。為此，我哋隨同天使、總領天使同埋天上嘅神聖，歌頌你嘅光榮，不停咁樣歡呼。聖聖聖，上主萬有的主，你的光榮充滿天地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奉主名而來的，當受讚美，歡呼之聲響徹雲霄。上主，你實在係神聖嘅，你一切聖德嘅根源。因此，我哋懇求你派遣聖神，祝聖呢啲禮品，洗淨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聖體聖血。他甘願捨身受難時，拿起麵餅，感謝了你，把麵餅分開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吃，這就是我的身體，將為你們而犧牲。晚餐後，他同樣拿起杯，又感謝了你，交給他的門徒說：你們大家拿去喝，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，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，以赦免罪惡。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。信德的奧蹟。主啊，我們紀念你的死亡，慶祝你光榮復活，期待你光榮再來。上主，因此我哋紀念基督嘅聖死同埋復活，向你奉獻生命之糧、救恩之杯，感謝你使到我哋喺你嘅台前侍奉你。我哋懇求你使我哋分享基督嘅聖體同埋聖血之後，因為聖神合而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憐普世嘅教會，我哋嘅教宗良14，我哋嘅主教，同埋所有聖職人員，使佢愛德當中日趨完善。求你垂憐我哋嘅弟兄姊妹，佢哋懷住復活嘅希望而安息。並求你垂憐所有去世嘅人，使佢享見你聖容嘅光輝。求你垂憐我哋眾人，使得與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、聖母嘅淨配聖若瑟、諸聖宗徒同埋歷代孝愛你嘅全體聖人共享永生。並使我哋藉住你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、顯揚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內一切崇敬和榮耀歸於你，全能天主聖父及與你同體嘅聖神，世世無窮。阿們。我哋既然遵從咗救主嘅訓示，亦都成就佢嘅教導，先至咁樣祈禱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上主，我哋期待住永生嘅幸福，同埋救主耶穌嘅嚟臨。求你從一切災禍當中拯救我哋，恩賜我哋今世平安，使我哋仰賴你嘅仁慈，永久脫免罪惡，喺一切困擾當中獲得安全。
天下萬國普世權威，一切榮耀永歸於你。主耶穌基督，你曾對宗徒你話：我將平安留俾你哋，將我平安賞俾你哋。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，但睇你教會嘅信德，同按照你嘅聖意，使你夠安定團結。你天主永生永王。阿們。願主嘅平安常與你哋同在，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讓我哋活足喺基督內嘅平安。祝神父平安，祝大家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憐我們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憐我們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賜給我們平安。請大家睇，呢一位就係天主嘅羔羊。請大家睇，呢一位就係除免世罪者。蒙召嚟赴聖宴嘅人係有福嘅。主，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。只要你說一句話，我的靈魂就會痊癒。領主榮，主說：這是我的命令，你們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。阿利路亞。
領主後詠第70頁第31首，有一新誡命。有一新誡命，我要賜給你，你要愛你的鄰人，如我愛你，你要愛你的鄰人，如我愛你。由此普世人類，知你是我的信徒，因你遵守我的教訓。由此普世人類，知你是我的信徒，因你也愛你的鄰人。人必須相愛，除去一切仇恨，這是基督的部分，傳得之路，你要彼此相親愛，如我愛你。由此普世人類，知你是我的信徒，因你遵守我的教訓。由此普世人類，知你是我的信徒，因你也愛你的鄰人。請大家祈禱。上主喺呢個聖體聖事當中，亦不斷施恩於你嘅子民。佢因為馬蒂亞中途嘅轉求，使我哋得同與諸聖喺光榮之中同享永福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。阿們。願主與你哋同在，也與你的親靈同在。願全能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阿們。彌撒禮成。感謝天主。禮成詠第66頁嘅第15首聖母讚主曲。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，我的救主。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歡樂於天主，我的救主。因為他垂顧了他卑微的婢女，從千萬世獨人都要稱愛有福。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他的名字是聖的。他的恩慈世世代代如無窮之世，賜予敬畏他的人。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，我的救主。他以手臂施展了大能，驅散了那些心高氣傲的人。他從高位上推下有權勢者，卻
巨羊苗卑微弱小的人，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，我的救主。他是經我的人從應富足，是那富有者反而空乏離去。他想起了自己的仁慈，已輔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，正如他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，是向住巴比倫和他的子孫，直到永遠無窮世。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，我的救主。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，今世之世。阿們。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神